你是否曾經想過，中國的第一代富人為什麼總是在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二家族基地？今天我們要探討的話題是富過三代的核心，中國富人的出海之路。與彭先生相似的，還有多位房地產及互聯網新貴，他們在資產高峰期積極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二家族基地。背後的心理不僅是稅務規劃，更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然而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。你可能會問，為什麼中國的第一代富人會面臨這種困境？答案是，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隨着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，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但是，很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它讓企業家開始理解制度的力量，並為後續的家族信託、家辦治理、國際稅務規劃奠定基礎。中國歷史上富不過三代的宿命，根源在於制度缺乏與結構脆弱。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，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，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。但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，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在中國，資金外流的隱形邊界是個制度問題。中國實行的外匯管理制度本質上是有限可控的雙軌體系，資金出境需經外匯管理局 SAFE 與商務部核准。在近10年內，金融風險監管收緊，銀行、券商、律師都被納入反洗錢 AML 與了解你的客戶 KYC 的全球合規體系。因此，任何大額跨境資金的轉移，無論合法與否，都會被放大審視。這也導致許多富人雖有強烈的國際化需求，卻不得不面臨制度的灰色真空地帶。但是，了解這些制度的限制和機會，才是解開中國富人出海之路的鑰匙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中國富人出海之路的故事，請關注我們的頻道。同時，歡迎你點擊下方的連結，了解更多相關的資訊。感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不要忘記點擊訂閱，讓我們一起探索財富的世界。